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就到这里。但是呢，我想对我们陈国志先生提一个要求，好不好？您作为我们麦嘉莲先生这么特殊的朋友，您有没有打算用一个特殊的一种方式，在今天这个现场来表达一下您对麦嘉莲先生特别的这种怀念之情呢？John 去世之後，我就跟Nancy 就通過電話，就我話如果就有一個追思會啦、追悼會的時候，我就希望能夠唱一首歌。所以就今天晚上還是一個追思會啦。就我說的歌還沒有唱，所以今天晚上就都可以唱一唱的。哇，这是我们陈国志先生要用一种绝对不曾使用过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麦嘉莲先生的这个怀念。他要在舞台上唱歌，为大家演唱一首广东话的歌曲《春夏秋冬》。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Mr. Michael Chen to perform a Cantonese song,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Please. 在這個公眾的場所啊，我自己沒有唱過歌，我真的沒有自己在公眾的場所唱過這個歌的，所以今天還是一個機率啊。秋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秋風即使帶涼，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密我夢想。就像落葉飛，輕敲我窗。冬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天空多灰，我們亦放亮，一起坐坐談談，來日東鄉。莫使愛間低雲這樣長，能同度偶遇在這星球上，燃亮飄渺人生，我多麼夠運。無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從沒再疑問，這個世界好得很。暑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火一般的太陽在臉上，燒得肌膚如情。痕極悠揚，滴着汗的日常，笑着唱。冬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天空多灰，我們亦放亮，一起坐坐談談，來日東鄉。莫使愛間低雲這樣長，能同度偶遇在這星球上。是某種緣分，我多麼慶幸。如離別你，亦長處心靈上，寧願有遺憾，亦願和你
很好的約尚在場，春風彷彿有情在醖釀，初春中的你撩動我幻想，就像亂綠草時春